一日了解一個品牌 JW Anderson。JW Anderson 由北愛爾蘭設計師 Jonathan Anderson 喺2008年喺英國倫敦創立，其品牌故事充滿戲劇張力與先鋒精神。呢位曾經喺華盛頓學習戲劇，後因迷戀舞台服裝而轉投時尚領域嘅設計師，早年以兼職 Prada 櫥窗陳列師嘅身份積累經驗，最終喺倫敦時裝學院男裝課程中嶄露頭角。2010年，佢嘅首個男裝系列獲得英國時尚協會 BFC New Gen 項目贊助，正式登陸倫敦時裝週，開啟咗品牌嘅國際征程。Jonathan Anderson 嘅才華喺時尚界備受矚目，佢曾經於2015年同時獲得英國時尚大獎最佳男裝設計師同最佳女裝設計師兩項殊榮，並喺2023及2024年英國時尚大獎 The Fashion Awards 頒獎典禮兩度獲得年度設計師大獎。啱啱佢亦於 CFDA 美國時裝設計師協會獲得年度國際設計師大獎，並入選《時代》雜誌2024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榜單，被譽為重新定義時尚邊界嘅藝術家。設計師出身於英國海港城市，特登以船錨圖形為品牌 logo， 象徵創意停泊點，以精妙嘅航海元素詮釋咗品牌核心美學。外形標記融入設計，最為人熟悉有 Anchor Shoulder Bag 及 Anchor Tote Bag。JW Anderson 嘅設計以不對稱剪裁、男女裝元素融合同埋街頭文化解構為核心特色。品牌擅長將傳統面料進行顛覆性嘅重組，例如用粗花拼接牛仔布，或者喺蕾絲上面疊加金屬鏈條，形成矛盾而和諧嘅視覺衝擊。2025年春夏系列以非理性服裝為主題，通過誇張比例嘅領帶、鏤空針織衫同埋拼接皮革，將服裝轉化為可穿戴嘅藝術品，傳遞出對自由表達嘅追求。Chunky Chain 係品牌近年嚟極具代表性嘅設計項目，靈感源自工業機械鏈條或者復古鎖鏈，重量感十足，視覺衝擊力強，被廣泛運用於手袋、配飾甚至成衣中。當中搭鏈拖鞋更加成為街頭潮流同高端時尚融合嘅代表。